好，咱做伙来吟另外一首吼，俄罗耶和华。咱看 PPT 吼，这无伫信息这内底吼。其实这国语有啦，所以只是翻译成台语吼，咱做伙来吟看卖吼。阿罗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个故乡就算有。阿罗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心心敬拜因无煞阿罗。亲像耶和华，我个故乡就算有。我罗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心心敬拜因无煞。稍再定。滚滚，满红黑红，我罗的里不走间。亲像耶和华，我个故乡就算有。我罗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心心敬拜因无煞。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搁来做伙唱一解。主，阮感谢了你，主啊，你是阮的一半，你是阮唯一的倚靠。因为你，阮伫这段时间的惊吓，拢放落伫你的手头，所以阮会使伫这段时间是平安的，是喜乐的，互阮搁一摆搁来到你的圣殿做伙来敬拜。主啊，阮要伫你的宝座前大声来吟诗，专心来祈祷，求你会当答阮的敬拜，拢会使看伫你的眼内，互你欢喜来接纳。求你的灵伫阮的中间，互阮伫今仔日嘛透过唱诗，透过牧师的话语，透过足侪同工的努力，搁一摆搁炸着满满你的祝福、你的话语、你的教示，转来到厝啊！主求你伫阮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分钟，拢甲阮伫个，阮的感谢祈祷，拢是靠你的名来求。咱搁一摆来阿罗耶和华，阿罗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个故乡就算有。我阿罗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心心敬拜因无煞。我阿罗，我阿罗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个故乡就算有。我阿罗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心心敬拜因无煞。万军的军。
油就互恁吹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既然求的得着，吹的拄着，拍门的就甲伊开。三甲吟诗来学上帝，圣诗234首，我心实在学了，请咱起立234首。我心实在学了，因为上帝大恩，叫我生命免得灭无，诚心实意敬存。上帝大大慈悲，赦我拢无罪过。有个日日照顾有情，我必得着以后。上帝拄我罪恶，哪当你使的远，哪天你退过我切多，主爱我的罪深。亲像爸母疼他，你免所死的行，上帝也听见伊的人，也过爸母的听，咱人生命哪会？我后来做就像。上帝主爱愿我为孤单。咱由原徛伫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继续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录音府，
第3日，对死人中国话就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苦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29篇，请咱三甲来交托。圣诗后面，启应文第29篇，行为无通指责。第声，即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第声，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无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请咱三甲额头来感谢。主，你伫过去的逐世代做阮的帮赞，你也是阮将来的愿望。创造宇宙万物，也奖励阮人类的性命甲所有。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学罗你，因为你的引带甲保守，互阮在座的众兄弟姊妹会当伫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经过2个月了后，阮会通搁一摆转来到你的圣殿三甲来做礼拜。这是主你对阮报道台湾，以及对身为基督徒的阮上大的福分甲恩典。主啊，阮特别大声要献上阮的感恩甲懊恼。伫全世界的疫情也咧火热的时，我要感谢你，你有赏赐阮台湾有真好的政府的团队，通来领导阮，渐渐脱离即摆危机。阮也期待通过即摆疫情，互阮会当搁一摆学习到，阮应该搁较注意来听主听人。啊，阮会当凡事来信靠主你，啊，听阮的乡土，阮会当更加关心阮家己甲阮身躯边的亲人同胞。阮伫遮要搁一摆当心来恳求主你，啊，求主你，互即摆的疫情紧紧退去，早一日，互全世界拢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主啊，阮迫切求你，学罗你无煞。阮即时也要特别为着阮的兄弟中间，有人因为身体欠安倒伫病床，也有人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来到阮的中间，甲阮三甲做礼拜。啊，即个时阵，因也共款通过网络的直播，同时间甲阮咧敬拜主你。阮特别少年因，也关心因，也为着因来代祷，互因也会当
平平领受主你的恩典甲祝福。我也要为着渐渐恢复聚会会回来的各团体、各集体来祈祷。我也要特别为着7月中旬要对美国转来就任的张宣信牧师夫妇祈祷。我也要为着即马也咧修建已经接近完工的牧师馆，甲1楼的办公室的工程，甲经费来祈祷。主啊，已经设到67年的南门教会，要有侪的异象甲圣工摆列伫阮的面前。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互阮的第2代、第3代的囝儿孙，也会当煞接先辈信徒好的脚迹，伫南门这个地区为了主来做光做盐，宣扬福音，做主你好的见证。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俄罗圣歌队今日要唱的是感谢天父大慈悲。
三甲来共读上帝话，圣经路加福音第8章第4节到第8节，路加福音第8章我来读，这是亚正的比喻。第4节，有侪人聚集，阁有人对逐个城来就近伊。迄时耶稣说譬如甲因讲，有亚正的出去亚正，伫夜的时，有个家楼伫路边，互人所搭。天中的飞鸟一进食伊，有个家楼伫石板顶，发起来就打去，因为无润得。有个家楼伫刺仔中，刺仔平平发起来，惹配伊；有个家楼伫好的土地，发起来结实到100倍。这话讲了，就叫讲有耳孔通听的就听。以上要请本堂张牧师来讲道，有耳通听的就应当听。咱搁再一摆三角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今日搁再一摆伫你的礼拜堂来聚会，伫遮来敬拜你。主，阮听到阮众兄弟姊妹伫你的面前用诗歌用祈祷来学罗你。主，阮恳求你，今仔日搁再一遍，用你的神教阮三角伫地，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互阮听，用得到你真理的光。愿你真理的光伫阮的心内底，互阮黑暗除去，互阮重新搁得到快乐。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吼！伫即咱暂停咱礼拜堂的礼拜已经2个月久吼。伫今仔日看到大家安尼足欢喜的心情，咱伫咱礼拜堂甲咱众兄弟姊妹同齐来敬拜吼。听到现场的即个歌声吼，我都足感动的吼。所以咱有当时咱来珍惜吼，咱伫上帝面前，咱有一个好的环境，咱来敬拜上帝。我即礼拜甲后礼拜，我要用即个听上帝的话语，即个议题来甲大家分享。今仔日大声我要来讲的是照着即个比喻咱要来讲。听上帝话语的重要。伫美国有一个牧师伫礼拜结束了后，伊就问一个姊妹问题伊讲我足久要找你拢无撞到你吼，拄今仔日看到你，我今日甲你问，伊讲有一个疑问一直藏伫我的心内底，我有注意到讲恁先生吼，特别我伫讲道讲到一半的时阵吼。就安尼徛起来，然后就行去后壁，来离开即个礼拜堂吼。到底是安怎？是我牧师讲了讲道讲了无好，还是讲我讲道的时阵讲毋对，还是我讲道的时阵来冒犯到他，来得罪伊，互伊感觉安尼无爽快吼。即个姊妹听到足紧张的讲牧师毋是安尼，毋是你的问题啦，你莫误会。阮先生无针对你啦，伊对少年时阵就即个问题，就是讲伊咧困到一半的时阵，伊会起来梦游所以你咧讲道，伊就开始困，讲到一半，拄伊梦游的时间就食出去。咱有诚侪人对上帝的话语就甲即个梦游的先生共款咧困，听无所以无耳孔通听。咱今仔日，咱要照着即个亚正即个比喻来看讲咱基督徒听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听上帝的道理，咱也听会入来，对咱的性命来讲有足大的影响。无听的人，伊的性命减太是怕远的；有听的人，伊的性命用结100倍的即个果子。是一个丰盛的一个性命。亚正子的即个比喻讲到正子就是上帝的道理啦，就是上帝的道理，就是天国的一个福音。正子代表的是一款的性命。整个比喻的重点就是讲，到底咱要用啥物态度来听上帝的话？听
听上帝的道理。咱要安怎来接受这个道理？上帝话语角落伫无共款的所在，伊都有无共款的即个效果。所以伊伫遮，伊有4款的即个土地，一个就是路边，第2个就是石盘顶，第3就是安那市啊，第4是啥物？好的土地。来比如咱每一个人，咱的心。耶稣指出，咱的心到底是倒一款的土地呢？伫今仔日这个比如，咱看到的有3个土地需要被改变。这3个土地是啥？第一个就是路边的土地，迄是一个若石头共款足定的一个土地。咱的心若是亲像这款的状况，咱就爱安那爱松土啦。第2就是石盘顶，就是讲伊石头面顶有一个薄薄仔的土，所以伊是安那真浅的一个土。伊是代表咱基督徒一个非常表面叫做肤浅的一个心啦。拄着试炼的时阵，安那都背谬。咱需要不断来安那不断的扎根。第3是刺仔的土。刺仔度啊，作为客，上帝道理伫内底默起来，啊，嘛有咱家己想会作侪刺仔嘛，相时安尼来白白来发出来。为到一个程度，上帝的道理、上帝的生命无法度伫咱的心内底顺利来成长，所以咱伫即个刺仔的即个土地，咱爱安那，甲即个刺仔甲除去。所以第一个，咱来看。路边就是一个非常顶的一个土，伫咱遮咱爱来做松土的一个工作。伫今仔日的经文第5节，伊讲有夜景的出去夜景伫夜的时有诶交流伫路边，互人所搭。天顶的飞鸟一进来食伊。伫遮路边即2个字哦，咱定定路边是倒位？毋是田吗？毋是。路边的原文就叫做，就是路啦，就是咱参像咱伫台湾内底，一区田甲一区田的中间有一个安那田花路，就是迄个物件。伫即个路面顶，因为是路，所有人会伫面顶安那伫遐踏，车会伫遐到，到久即个土就哪来哪扎，就变定啦。所以种子啦，伫即个路边的时阵，伊会安那，伊会生长无？真好。所以呢。安那，只我看到就安那，就甲脱去，就甲食掉。像咱的心会变做路边的即个土地，像咱会变硬呢？我甲大家讲，我有3点甲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对信仰来的一个压力，特别伫无道友打信主的时阵，伊会对伊厝里的人，伊对伊周围的环境。伊会感受到真大的压力，因为宗教无共，检查伊的父母会讲安那，你若信基督教，你就是安那背祖，你就是安那祖先的信仰拢无啊。再来有诶就讲你是大囝呢，你若信基督教，我死了后要安怎？无人教我拜，无人教我迄，所以伊会拄着这真正的一个压力。有诶，伫伊诶同事，伫伊诶厝内底，你信基督教，你礼拜爱去礼拜，你是毋是无时间来陪厝里诶人？所以种种诶压力，互遮诶无道友安那感觉讲哇，这个信仰是真好，毋过歹势，遮诶压力都若像即个路顶诶人咧踏，车咧到共款，哪来哪压力，哪来哪大，变做即个石头安尼遐尔定。所以有阵时对信仰来的压力，会互一个人的心变硬，会变做路边的土。再来第2个叫做路边的心态，路边的心态。咱基督徒常常有即个路边的心态，咱家己拢无自觉。啥物叫做路边的心态？就是有人咧听牧师讲道的时阵，牧师你即句话讲了实在足好诶。若是我边仔的人听到，毋知对伊的生命偌大的改变，这边仔的人就是因某，因翁，还是伊的啥？
伊最好的朋友，伊的同工，遮个边仔的人无包括伊家己啦。这就是一个路边的文化。咱之前咱有看到足侪牧师咧讲道的时阵，哇！你跟你旁边的人讲什么？跟你边的人讲啥有哦？讲耶稣听你，耶稣要做你的救主，哦，啊，就开始讲哦，啊，这边的安尼讲来讲去安尼。我跟你讲，耶稣唔是甲你边仔的人的救主，唔是甲你边仔的人的性命的主宰尔，伊是你的救主，是你性命的这个主宰。所以呢，上帝的话，每一句话拢是安那对家己讲的，唔是对边仔的人讲的。咱来记这个原则吼。上帝每一次来讲话，拢是对你讲的，唔是对边仔的人讲的。你也常常感觉讲，哇，上帝的话伫我身上无任何的作用啦。安尼呢，我就摕上帝话来要求别人，唔是摕上帝话来自我要求。安尼咱的心会变硬。安怎讲拢无我的地带，安怎讲拢是边仔的人的代志。所以呢，咱若是有即个路边的心态，咱的心就变少、变多，安尼足定的上帝的政治伫面顶都袂活。第三，就是听道理了后无去行，这嘛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可能的问题啦吼。听无去行，一个上根本的，互咱的心会硬，就是咱定定消灭即个圣神的工作的感动。咱听上帝话了后无去行，会互咱的心哪来哪硬啊吼。佮讲一遍哦，咱若听了无去做，咱的心会哪来哪硬哦。我举一个例，咱常常听到即个一个信息了后，咱就感觉内心的足感动的，我一定要安尼做。我听到后爱好啊祈祷，哇！这个信息太好了，我立志明仔载会在4点要起来祈祷。我明仔载4点的时阵，足忝的，后一厝。连刚佫听到同款的祈祷的信息，哇！这个实在祈祷对我的性命全部改变。4点爬袂起6点，改6点。第三我6点佫同款爬袂起来，第3遍、第4遍。我祈祷，我知真有效。毋过，这个信息对我来讲有感动无？无感动啊啦！所以咱常常安尼听，逐工听，有去做无？无去做。第一遍的感动，点豆，已经安怎失去啊！所以呢，更较好的讲员，更较好的内容，对咱的心来讲，互咱的心哪来哪个？无任何的作用，咱的心听道理真好伫个，该有一遍的一个感动啊！这是咱基督徒上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咱若听道理无去行，安尼咱的心会哪来哪硬啦？所以有当时啊听受济话，变作危险，心哪来哪硬？阿伯拉罕一生伊谁来会遐尼精彩？我讲过因为伊听上帝的话，马上去行啦。伫创世纪内底，上帝甲阿伯拉罕讲，你爱离开本家本族，去倒位？一则经文尔呢。伊就开始行动，听就去行。伊一生有精彩无？有精彩啊！咱看规本圣经了后，逐礼拜听牧师讲道，拢无讲。拢无行，所以咱无法度经历到阿伯拉罕迄个生命的精彩，咱无法度去经历到上帝甲咱三角同行的迄个奇妙的一个奇迹啦。咱无法度去经历到上帝，所以变做讲安那，上帝的道理就安尼听就好，无感觉，心哪来哪硬吼。所以爱记哩，对上帝的话语。咱爱听会入去，毋通互咱硬心。咱爱变做安那，听就去做。有当时真简单的一个道理，咱听就参像阿伯拉罕安尼去做的时阵，
那咱的生命会完全改变，咱的生命会足精彩的吼。第二，咱看到的是一个足浅的一个图，一个足肤浅表面的心，吼，安尼的心来讲，咱就爱往下扎根，吼。第六节有个加落伫石盘顶发起来就打去，因为无论德。有一款人，伊的心就亲像即个石盘顶的即个土共款，下面拢石头人硬壳壳啊吼。这定定发生伫即个我讲的，就是素食店吼，速成基督徒的心情。速成基督徒有一个特征，就是伊的信仰是凭感觉哦，来教会足好的，这教会人拢足足好的，安尼足笑心的，安尼足热心的来，足疼心的来款待我。伫遮感受到温暖，伊就诚做基督徒。诚做基督徒上重要的，过来就无啊，哦，所以伊袂记你讲爱继续来追求，继续来读圣经，拢无。所以伊代表的是一个足肤浅的、足表面的一个生活态度。土无深，吼，所以伊心内无迄个根啊。即款人就是的特征就是那咧运豆油，则运者，则运一个，运表面有迄个咸味，伊的内底无迄个味啦，吼，这就是运豆油的一个特征吼。所以咧，耶稣伫遮甲咱教导，一个人为虾米一出来就高打去，就打去。伊的性命见不得人，见不得光。哦，伫个土内底安尼砍的时阵，哦，足舒适的，一出来就死啊！哦，主要原因是土真浅，一丛大树吼，我顶边讲道的时阵有讲过哦，这是旷野的造叶树、造叶茶。哦，造叶茶有一个特征，就是讲伊的根吼，伊一直安尼足深安尼，一直去找啥？找水。伊啊，找到水的时阵，伊就开始会活，所以伊的根足深的啦，吼。所以咧，伫造叶树的一个特征，就是讲伊往下扎根，伊伊会惊旷野迄个足歹的一个环境无，足歹的一个气候无，袂啊。所以伊生了足旺的啦，吼。所以咱的生命都爱亲像一个造叶树共款。环境愈歹的时阵，咱往下扎根，安尼呢，咱就袂去哦，即个环境甲咱的即个气候来影响。所以，即个往下扎根的一个人的一个特征，就是讲，伊倚靠的毋是即个环境，伊是倚靠啥？环境面顶的即个上帝。所以呢，一个土浅的即个基督徒。较表面的基督徒，圣经讲，伊是一个暂时信领定的基督徒，暂时信尔吼，这是圣经讲的。当环境顺势的时阵，唱歌特别大声，足活泼的，足声安尼拍谱足欢喜的。拄着试炼的时阵，就就倒去啊，试炼一来就离开啊。所以，咱爱诚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咱才会生命才袂孤单。所以，咱必须向下扎根，爱记哩吼，咱爱向下扎根哦。啥物叫做扎根啊？普通的植物，植物咱知哦，分做两部分吼。看会到的，就是面顶迄个叶啊啦吼，即个枝叶啦，甲树干。看袂到的是啥？都是根啦吼，所谓的扎根的意思，就是人看袂到的迄个部分，爱不断来增加吼。我搁讲一遍吼，啥物叫做扎根？人看袂到的迄个部分，爱一直来增加吼。当咱伫遮来敬拜，当这敬拜的时阵，当这唱诗歌的时阵，看会到无？看会到，迄是植物看会到的部分。咱咧同齐祈祷的时阵看会到无？看会到。咱咧听讲道看会到，吼，这拢是植物的看得见的部分，这拢是看会到，人看会到的部分。咱今日咱要往下扎根，咱要讲的就是
离开礼拜堂了后，人看袂到你的时阵，你有咧做？你甲上帝关系是啥？所以咱来去反省的，就是讲，咱一礼拜内底吼，伫遮唱诗歌是你一礼拜唯一唱诗歌的机会；伫遮祈祷是你一礼拜唯一祈祷；伫遮啊那，即个听读圣经是你一礼拜唯一读圣经。安尼，咱来开始来注意哦，咱的即个往下扎根的即个动作，啊那爱细字，吼爱细字，吼，无咱会安那会参像即个圣经所讲的，一出来就高大去啊！吼，咱必须进入即个房间内底，吼，即个华语叫做内室生活，吼，伫迄个内室内底，甲上帝啊那单独来面对面啦。即个基督徒欠缺即款的内室生活，就是咱真正甲门关起来，伫人看袂到的时阵，咱甲上帝来亲近，甲上帝来讲话，甲上帝来祈祷。这就是咱的内室生活。咱若无的时阵，咱必须爱来追求，咱必须过一个往下扎根的一个生活。咱必须来增加咱人看袂到咱的时阵，迄个部分。这就是往下扎根。过来，第三，咱要来看一个刺啊，就是一个即个心内作委屈的一个作复杂的一个心态。咱伫即个环境内底，咱来安那，甲即个草啊，甲即个刺啊来除掉。第七节，话家落伫刺啊中，刺啊边边发起来，也被伊。哦，这是伫刺啊。这个人所代表就是上帝的道理，伫因的心内底实际上已经发出来啊。但是因为伊内底犹原有真济的物件，因的心非常的话起真刻啦，所以虽然已经已经成长啊，却无法度来结出果子。当我咧思想这段经文的时阵，到底圣经内底有啥物人是圣经所讲的？是这所讲的，这个比如所讲的，这个杂心的人哦，都、就是真心真委屈的这个人。我想到这个上有名的，就是这个出埃及遐的这个以色列人。这以色列人一边出埃及，哪行哪回头去看这个埃及。伫民数记11章的第4节甲第5节，伊安怎讲？伊讲因中间10色人大兴起这个贪欲的心，以色列人搁提靠啥？靠讲我伊要食肉啦，溪水会互阮通。互阮肉通食。阮会记哩，伫埃及的时食鱼毋免钱，也记得有即个西瓜、有韭菜、有葱仔、有蒜啊。埃及总好食的物件吼，食鱼免钱吼。圣经讲因是充满着贪，即个真贪的一个特色啊。因的身躯出埃及，毋过因的心思思念念搁伫埃及。一边往即个迦南来跑走的时阵，一边却想到是安那，我埃及的即个肉足好食，鱼仔阁毋免钱，埃及的葱仔、埃及的即个蒜啊，所以因永远袂得进入上帝为因所备办迄个流年甲蜜的即个迦南地。基督徒毋通做即款的即个基督徒，上帝已经带咱出埃及啊，咱毋通阁一直。回头看咱过去有即个毋免钱的鱼，有埃及的葱仔，有蒜啊，伊食的物件会甲咱的心完全甲克掉咧，互咱上帝的道理伫咱的心内底无法度来成长啦。所以咱咧跑走的时阵，咱来毋通互即个世界的钱源甲即个宴乐来甲咱克掉咧。结果，咱啥物嘛得袂到，啥物嘛结袂出啥物果子来。路加福音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讲啥？财主一个好业人一个富有的人，
甲即个拿撒勒的拿撒路的即个故事。咱知即个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啥？即个财主去到倒位，死了去倒位，落去阴间去地狱吼。啊，即个拉萨路咧，拉萨路去倒，伊死了后，伫阿伯拉罕的即个行前吼，怀抱内底。有一遍，伊咧查经的时阵，即个主理的人查即段圣经查了，伊讲啊问下面的人讲：恁毋茫讲恁阿拜是即个财主，还是即个拿撒勒？下面的人回答是啥？我活地的时，我要做财主；我死的时，我要做拿撒勒。所以咱逐项拢袂，所以咱的心啊会清无？袂清啦。咱作为客，咱的心永远是安尼。所以。咱搁来看民数记，搁摕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啥？独我的奴仆加勒，因为伊另外有一个心志，伊完全对我要带伊入伊所行到的地，伊的后裔嘛要得到迄个地做业啦。所以对比即个进前遐出埃及的遮的以色列人。贪爱遮的埃及所有的物件，上帝讲：遮有一个专心跟对我的人，我要带伊进入迄个老年甲密的即个迦南地。所以咱看到加勒有一个态度，咱一定要学习，专心来跟对主。伊遮讲啥？专心完全来对我。所以。咱的心，互上帝的道理要伫咱的心内底，爱哪专心完全来对主。专心完全就是安那甲遮的刺啊来甲除去。所以耶稣有讲到两个会足严重来影响咱内底，就是咱的性命的刺啊，就是啥物？就是一个私欲钱财的一个迷惑。所以有即个迷惑的时阵，我讲过，我之前有讲过金钱，上帝绝对毋是望咱是一个安那足爽用的一个人。上帝祝福创世纪遮做阿伯拉罕啦、以撒啦、雅各啦、约瑟，拢祝福起来。所以上帝毋是爱咱无钱哦，是安那？上帝惊的是安那？互咱有钱了后，咱袂晓管理，互钱来霸占咱全部的精神。互咱听袂到上帝的声音，这是咱来避免的。再来第二叫做啥？在生的挂虑，就是忧虑啦。有一个传教者讲，出伫稳定的作为、稳定的行为，拢会带来丰富的一个结果。但是出伫挂虑的是安那？常常互咱安那？啥物代志都无法度成。带来更较大的即个挂虑啊，所以咱的刺啊，有刺啊，嘛有上帝道，咱要安怎来选择？一个印第安人伊的成人礼的一个传说啦，吼，伊讲即个印第安的即个少年人，伊若甲一个年纪的时阵，伊就必须来举行即个成人礼。要接受这个成人礼的时阵，要接受因的这个酋长吼，因的酋长的一个教育。这个教育基本上就是要甲这囡仔讲将来你大汉了后，你会面对一个非常变化的一个人生。你常常伫你的生命内底有真侪挣扎，真侪时阵你毋知要安怎做决定才是正确的，就亲像你的心内底有两个。力量伫遐咧安那，伫遐咧拉扯，伫遐咧伫遐争斗。伊用一个比喻，就若像你内底有两只狗仔伫遐夹来夹去，伫遐互相来斗争。有一只是好的，有一只是歹的。若是即个好的狗仔来赢，你就会行往即个正确的道路；但是即个歹的狗来赢的时阵，你就选择错误的一个道路。有一个少年人，伊就问即个酋长，伊就讲两只狗仔咧夹来夹去，斗来斗去，到底最后倒一只会赢？即个酋长讲要看你到底饲倒一只。
你到底饲倒一只？你是饲好狗，还是你是饲歹狗？你所饲的迄只狗就会赢啦。所以咱伫遮咱就会思考，咱就要反省，今仔日咱会饲毋着狗无？咱是毋是定定甲上帝互咱真好的属灵的资源，咱来甲饲啥？饲鼠啊，饲咱内底的鼠啊。甲上帝互咱的即个时间，足宝贵的时间，互咱的气力，咱全部甲投资伫即个鼠仔的面顶。鼠仔哪来阿王？上帝的道理哪来哪说？哪来哪随咱？今仔日弟姊妹，咱每一工所做的决定，就是安那。咱甲上帝到底要甲上帝安那摕出甲指出去？也是咱要甲咱心内底迄鼠仔拄去，咱每一工拢做即款的挣扎。咱两只狗伫咱心内底咧夹来夹去，咱要饲倒一只？咱嘛爱反省，到底啥物是咱性命的即个鼠仔？咱每一工，上帝互咱足公平的，拢是24点钟，咱的时间表拢排甲满。毋过伫即个时间表的内底，迄个优先次序，上帝排伫第几位？这是咱爱去思考的。咱必须每一工勇敢来面对这个问题。最后，咱来看第8节，有诶加勒伫好的土地发起来，结实到100倍。这话讲了，就叫讲有耳孔通听的就听。到底是要听啥物？今仔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甲咱讲，头前3款的这个土，拢会互咱安那未结果子，互咱一无所有。但是第4款的土，上帝要互咱的这个心成做一个好的土地，互咱会用结100倍收成的一个人生。这个锁匙，这个关键，就是爱安那，咱听道理爱明白啦。听到明白啊！啥物叫听到明白？当所罗门王来做王的时阵，上帝伫黑暗的时阵，伊咧困的时阵，伫梦中就甲即个所罗门王显现，伊讲哦，你愿我赐你啥物？你通求。所罗门王上帝来求啥物？这段圣经大家拢知吼。伊讲啥？你的奴仆踮伫你所敬的百姓中间。这的百姓加甲算未算得，也算袂了。求你赏赐你的奴仆智慧的心，我讲一遍吼。求你赐我智慧的心，通判断你的百姓来分别好歹，因为一水会判断你遮济的百姓。啥物叫做智慧的心？你若去查即个原文，原文就叫做会用听的心啦。能听的心了，所以咱看到哦，这个所罗门王，咱拢知所罗门王真有智慧，上帝来求智慧。啥物叫做智慧的心？第一个就是爱有一个明白的心，第二个就是爱有一个会用听的心，这最重要的。上帝道理啦。甲咱讲的时阵，咱听会到无？咱愿意听无？咱是毋是亲像即个所罗门王所讲的？求你，互我听会到你的声，互我听捌你的声。这是智慧的一个来源哦，一个明听的心。安那有的人足侪人哦，亲像我一开始所句的咧，对上帝听的道理安那困去啦，听袂入去，无想要听。无愿意听，所罗门王讲：上帝啊，你爱怜悯我，我所求的，你爱互我一个会用听的心，愿意听的心，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兄弟姊妹，所罗门王上帝求明白的心，会用听的心，就是一个听到明白的心。这个心哦，伊上帝所求的是上宝贵的。你有这个智慧，就拥有一切啦！你啥物都唔免求啊啦！哦，圣经就是安尼甲咱教示。伊求智慧的时阵，上帝足欢喜的，就甲智慧安那赐予伊。
伊讲你无我来求钱银，你无我来求你的寿命，你甲我求一个智慧。所以咱知所罗门王所求的有宝贵无？足宝贵的。咱若会晓求，亲像所罗门王所求的，你互我会用有一个会用听的心，咱就亲像所罗门王共款，一样的富有，啥物拢有啊！免求伤济，咱求着对的物件较重要。所以咱看到所罗门王，伊有智慧，伊的一生都充满着上帝的丰富。圣经安怎讲？讲所罗门王咧治理这个国家的治理这个以色列的时阵，伊国家非常的强，也嘛富足。圣经记载讲，犹太人伫所罗门王的治理下面，那海边的沙遐尼济，并且拢啉食快乐啊！兄弟姊妹，这是足重要的。求主今仔日甲这个所罗门王的智慧，都是一个明白的心，一个会用听的心，拢赐予咱每一个人，会互咱的一生带来真丰盛的一个果效。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今日照着这个比喻，主恁互阮看到听你话语的重要。主，阮来到你的面前，主，阮常常互这个世间来迷惑，互金钱来迷惑，权力来迷惑，互这个刺啊来伫阮的心内底完全脱掉着主你的稳定。主，阮恳求你。来到你的面前，搁再一遍赐阮开力，赐阮一个智慧的心，亲像所罗门王共款，互阮能明白你的道理，互阮会用愿意谦卑来听你的话语。主，这是对阮的一生有真大的果效。阮感谢你，今日将这个智慧来赐予阮每一个人。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三甲过来吟圣诗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193首，请咱起立。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奥妙神奇铭记。祝福人在做，稳定明明之时，甲咱目睭睛，信心来服侍。上帝话，我命的话，带领我极大。上帝。到永远，求主耶稣真理的话，奥妙听他激情，团团天的予人欢喜，正做天顶国民，万难地求尊贵，承受求。
这是来举行奉献。奉献感谢，请起立。较济我来报告。第一，小会公告，咱本会对今仔日开始有恢复礼拜日2场的礼拜长的礼拜，配合政府的防疫的措施，咱共款来挂即个喙安，量体温，甲保持即个社交的距离。兄弟，请咱家己做好即个健康的管理，若是也无方便来礼拜2做礼拜，咱共款伫即个视讯拢有用即个直播踮咧厝诶嘛会当参加礼拜。第二咱今仔日开始要恢复即个平安礼诶诗歌但是即个请安诶时，请用即个拱手甲即个点头来致意就会使毋免代替握手。第三6月份开始，咱所有诶团契甲即个早间祈祷会、圣活伫等等，拢已经全面恢复聚会第4点但是即个周间的长青乐活站甲智慧手机班、周末的儿童在业班即个因为咱本季已经停止所以即个到9月才若有开始，会到9月才个开始第5点，儿童主日和7月的即个社区儿童夏令营，咱今年要停办一摆。第6点主日礼拜后的爱餐即个要等即个疫情搁较迄个顺利的时候，咱才要恢复目前是还无爱餐。报告第2点，办公室即马咱对面1楼的办公室甲即个2楼的图书馆已经修整2、3个月已经差不多伫6月大概会结束咱等下嘛会使小可去看者1楼今仔日后咧工事即个工事的中间，咱即个牧师甲即个干事的办公室，拢伫即个咱即栋的4楼甲5楼请咱若有要找因伫迄个周间的时，就是4楼甲5楼。第3点，咱本会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咱有推行庄牧师有推行一个迄个甲上帝有约使徒行传的灵修即个所在周报所在，咱家己看。一礼拜7天的即个圣经节，甲即个简单内容拢写伫即个所在即个暂时会阁继续啦即个互袂当到礼拜堂来，你会逐工踮厝诶照即个来灵修第4点报告，2020年即个大神后援会的迄个奉献咱继续咱嘛会当来交互即个黄干事。第5点，2019年奉献证明因为今年报税是到6月底延到6月底，所以即摆6月也会当摕咱家己去办公室摕，也是甲即个敲电话甲即个黄小姐黄干事讲会当用挂号寄互你，看你要寄去倒嘛会当其他消息第一
咱本教会出身乌牧圣牧师的第三公主乌中伦牧师，对即个月开始6月有接任即个美国世界大学教会总会总干事，即真伫美国真重要的一个事工吼。伊对6月开始有要接即一任是5年啦吼，即摆先接一任，对6月开始已经开始吼。愿主祝福。第二咱为着美英姐吼，素芬姐甲黄昭家执事会恢复来，甲久长不便来的人来带到。美英姐今日有来嘛吼？先离开啊吼。好，以上报告，咱即马来行平安礼。好，请去拍谱也会使。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子儿。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真做圣。因为耶稣入光明，因为耶稣咱有无换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给人的祝福，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真做圣，因为耶稣入光明，因为耶稣咱有无换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给人的。有缘徛伫咱银线要办的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咱唱2摆吼。煞接请这个张牧师上尾来作祷。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所予你心心。安尼，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流我水，伫蒙雾暗暝看见主的光。搁第2摆，愿主仁爱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所你心底安尼，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流我水，伫蒙雾暗暝照见主的光。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
圣时的相通甲恁种，大家伫地对这条教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